甲罗西亚斗战争的瓦格纳佣兵团发动兵变，虽然已经撤军，不过这普廷的权威确实受到挑战。波兰666公车，这数字是甲基督教的魔鬼数字同款，而且终点站的地名佮甲地甲同共音，互宗教人士要求爱改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咱连假这2天，这国际上界大条的新闻，就是甲罗西亚斗战争的瓦格纳佣兵团发动兵变。因是6月23的时阵，瓦格纳领导人宣布要正义游行，一路就北是往罗西亚首都莫斯科赶过，离莫斯科上界近的时阵是干那200公里。加讲罗西亚总统普廷就宣布要镇压叛乱，不过过无偌久就传出讲，在白罗斯倒悄切瓦格纳宣布退兵。兵变是1天内就结束啊！即阵外界上界好奇的，就是这瓦格纳领导人为怎样会随答应撤军，而且伊即阵人到底伫倒位？这佣兵发动这件代志了后，佣兵是编入罗西亚军，也是规个解散去。目前会当确定的是，这普廷的权威受到挑战，罗西亚军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政府武装被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成员。伊将协议撤离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市。这项协议虽然互因无国再继续向莫斯科耍叮当，不过是对俄国总统普廷带来空前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咧接受专访时阵讲，这显示俄罗斯的内部出现问题，尤其是过去几个嘅国家恶化。Again, we saw the rising tensions over several months that led to this, but exactly where this goes, we don't know.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we've seen real cracks emerge. Again, a direct challenge to Putin's authority. 法国总统马克龙伫接受访问时阵也讲，这显示俄罗斯领导阶层内部出现分裂，同时证明有充分的理由支援乌克兰反抗俄国入侵。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普廷的政治盟友，瓦格纳首领普里格金。对于绍伊古甲国防部的激烈批评是前所未有，和绍伊古的地位也真危险。What the West doesn't want is complete chaos and a breakdown of law and order or civil war in Russia, because that has all sorts of potential damaging consequences, given that the country is still the largest nuclear weapons holders in the world. CNN 报道，瓦格纳是普廷家己所制造出来威胁，以放弃武力受国家专断，和生理人也当做司令军队。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是警告，因为普里戈金或者是部分的瓦格纳成员前往白俄罗斯，所以北约组织需要加强东部边界安全。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去年乌克兰开始战争的时阵，就是利用美国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系统保持对外通信。即阵日本为着确保家己的通信，莫去互附近的中国、罗西亚攻断去，今年3月末开始试用星链卫星系统，是上期明年底就正式使用。许多中国甲俄国对其他国家卫星用电波干扰装置，妨碍其他国家卫星运作的影响。日本自卫队为今年3月开始，利用美国企业开发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做测试。为了防范这款干扰攻击可能让自卫队的通信卫星瘫痪，无法度即时部署部队，日本防卫省透过代理商签约，开始测试星链服务。甲卫星接收器这通信器材配置伫陆海空自卫队的部队基地甲驻防地拢总在个所在，用军事训练的方式来检验是毋是有运用操作的问题。星链卫星通信系统是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开发，是一款距离地面550公里、挖进地面的轨道上连接真济小卫星来运作的通信系统。就算其中几台卫星受到破坏，嘛会当继续通信。过去就捌伫俄乌战争内底协助乌克兰的网络通信。这是日本防卫省伫发射2个家己研发、距离地面36000公里远的 X 频段通信卫星以外，自卫队头一届利用民间企业开发运行的卫星星座。因为日本防卫省捌伫2022年
表明要参加美国主导的多国共享防卫通信卫星竞价，暂时在积极办理加入的手续，推动甲美国友好国家合作。所以，毋但是新联系统，日本谷歌伫今年以来，会甲其他提供同款服务的企业签约测试通信功能了后，才决定要使用多一间的服务。所以嘛，无排除伫2024年的财报年度正式使用新联服务。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也拿咱台湾军力的状况，美国是答应免钱提供一组 Jump 20无人机，互咱操作训练。这款无人机是会当用伫咧掠海运走私甲送武器等等。专栏顶悬直直起降，这正就是美国军机 Jump 一空无人机。海巡署证实，去年底得到美方同意，用无偿方式提供一组，进行相关操作训练，来进行非法捕求、武器扩散、打击跨境毒品走私、甲人道救援等海事问题。李伟认为，这代表台美继续深化区域安全合作。虽然是海巡不是海军，但某种程度上也是进一步强化台美在区域安全上面的一个合作哦，这样子的实质进展，我们希望能够有利于台海的安全。它兼具我们叫旋翼机的特性哦，跟平翼机的特性。换句话来讲，我说它可以垂直起飞哈，可以在舰艇非常狭小的空间中起降，这个非常适合海巡署的一些直升机的甲板哦，或是说海军的舰艇使用哦。这种无人机用直直起降，执行14.0的监视任务，作战半径185公里，上悬飞行时速是92公里。不止台美深化合作，外交部长吴钊燮阁呼吁澳洲政府伫台北的澳洲办事处设军事武官，共同合作应对中国威胁。专家表示，美国、南韩、日本、新加坡拢派出武官伫台湾，希望澳洲严加入。以后我们可以派观摩团参加澳洲的这些军演，去学习，可以做一些军事的交流、合作，还有情报的这种交流。陈国明表示，目前第一岛链包含南韩、日本、菲律宾，拢甲美军有联合军演，只有台湾无。那沿甲澳洲互相派驻武官，对分享甲美军联合作战的经验有帮助，应对台海局势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间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嘅习近平是独裁者，和中国真无欢喜。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阁强调讲，拜登是代表美国人发言。CNN 嘛讲，多数的美国民众拢支持拜登的讲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7月扩大实施反间谍法。外国企业甲游客，互人当作间谍受处罚的风险是加真悬。英国《泰斯》报道，希腊昨国会大选，执政党大赢，总理米佐塔斯基顺利连任。伊是强调讲，伊会利用伊财经专家的背景，带希腊走出经济危机。sau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兵变一天内就结束啊。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是乌克兰真好的机会，要利用罗西亚当内乱，赶紧反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汤水艇要落看铁达尼号煞爆炸，美国是当咧调查意外原因，希望会当解释畅水安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一间游乐园，总是有焚烧飞车摆摆，坐伫咧顶悬的游客拢去互丢出去，害一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为了要加紧救援的速度，斯德哥尔摩格罗纳隆德游乐园已经全面疏散，暂停营业。焚烧飞车下来迄当阵，有人亲目睭看到，讲迄当阵的情形真恐怖。Vi hörde att det var jättekonstiga ljud som var höga och liksom inte tillhörde allt det här bruset och skriket som är det normala. Utan då tittar vi upp och ser hur det faller en jättestor del av hjuldelen från vagnen ner från himlen. Liksom den studsar på den här banan. Faller ner, jag tänker den här kommer hamna i folkmassan, men den trillade ner i buskarna. 代志发生了，救护车、消防车甲一台直升机赶到现场，受伤的人送病，有人情形真严重。Främre delen av tåget delvis har spårat ur och tåget har stannat i mitten av banan med en vagn lutandes.
意外发生迄当阵，云霄飞车顶头有坐14个人。园方表示，因的游乐园已经有140年的历史，将至少关1礼拜来配合调查。根据游乐园的网站资料，这个名叫做一直线的更轨式云霄飞车，速度上近1点钟90公里，宽度有30公尺，每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坐。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其实日本当年是差不多拢有9万人无烟无故失踪去，有几多千人甲亲人断甲离离。因失踪主要的原因是甲工课、学校、债务，也是讲有精神病、家庭暴力有关系。而且，若是失踪的人已经成年，无惊跌落的风险，政府都未积极插手倒找，这家属是安怎等都等无人。勝手にいなくなってごめんね。笑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励ま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ラビもママもパパもみんな幸せになってください。4年前，今日一回真记主，伫无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伊走的时阵无炸走任何物件，皮包啊、锁匙拢留落来。I tell myself that it's possible she will never return, that this really is the end, and that I have to accept it. If she doesn't want to see me, why force her? 真记主消息前，拄啊甲人分手，情绪无稳定。警方并无找到伊的遗体，排除自杀的可能。虽然父母嘴会讲已经无望啊，毋过因逐工也是去查某囝可能出现的地点，等半点钟还是1点钟。日本失踪者当年有达到9万人，其中几多千人都敢若真记主共款，规个全员无去。是安怎会雄无去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学校、债务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精神疾病、家庭暴力、纠纷，还是无理由。雄无去，伫日本已经真普遍，相关行业出版物也因为安尼上市，捌真侪人讨论的完全失踪手册，也阁有专门替人伫无人知影的情况下搬厝，找大个所在的夜盗屋。Japan is not very forgiving. Rather than live with shame or debt, people would prefer to choose leaving everything behind and vanishing and starting over. 日本警方对大人而且无自杀等风险的失踪者是未积极介入，所以家属想要找到人，毋是开大钱请私人侦探，都是透过民间协寻机构。不过日本为了避免政府乱用权力设立真严的个资法，所以准讲家属有得到消息，像讲失踪者捌伫某一间银行的 ATM 领钱，银行也无一定配合调也监视去找人。这个爸爸都是因为安尼无法度找到人，敢会当靠汇钱去失踪后生的户头，确认伊也阁活掉的。If my son then withdrew money, I would know he was still alive. 伊后生到尾总算转厝，不过这只是少数，真侪人亲像这个家友共款，一个消息都是几多10年。You left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Yes. I just said, live your life and I'll live mine. 嘛，毋是所有失踪者拢变做家友，佫较侪人是下落不明，因到即嘛也是无愿意出面，留互家属无限的等待。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波兰有一帮666公车，这若是伫咱台湾会认为讲这个号码代表好运。不过伫咧波兰这条路线却是一直去互抗议，叫伊就爱改名。这主要的原因就是这666伫咧基督教是代表魔鬼数字。而且佫真拄好，这条路线的终点站海尔，甲英文的地角有共音，所以就互人家讲是一帮魔鬼公车要载人去地角。这巴士公司已经服务10几年，即阵是决定改做669公车。袂少人是认为讲这根本就无必要，佮加讲是煞甲地名嘛改改的。波兰开往海尔市的666号巴士6月20日正式变做669号，原因是保守派基督教团体抗议。666这个数字代表魔鬼撒旦，巴士的目的地海尔佮加地角 Hill 发音正晚，认为开启地角的魔鬼班车根本无应该变做滚双桥的话题。巴士公司未堪咧最近10年相关的投诉伤济，无奈让步。Dla mnie wiara w numerologię jako katolika, no to jest po prostu wiara w zabobony. Dla mnie jedno z drugim się kłóci. 随上波罗的海边仔的海尔市风景真水，是度假胜地。海沙堡甲森林小路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佚佗。666号巴士路线自2006年营运以来，已经为1天3班增加到11班。
大部分的乘客是感觉无要紧，心情尔。有民众甚至是外国游客是特别来坐这班地下公车。Kojarzą z piekłem, a hell się kojarzy z angielską nazwą. Hell to jest po angielsku piekło. No to dlaczego by nie mieć takiego numeru autobusu, który gdzieś nawiązuje? But in fact, here it's not hell. It's hell with only one L, and everybody is having fun here, and it's just touristic. 其实波兰文的地价甲英文的地价，hell 完全是无共的两字。客运公司宁波是受到社会大众的抗议，毋过嘛有人要求各用666号，阁有人讲敢讲要甲海尔的名嘛改掉，以免触犯宗教禁忌。毋过现阶段旅游社团新式的网站点员，定定互人讨论分享，通往海尔的666号公车暂时是无啊。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新加坡举办挺多元性别族群的活动已经15年啊。因遐去年11月，查甫甲查甫的性行为已经拄做无算犯罪，这对同志是愈来愈友善。不过同年期迄边就加真保守，连办同志游行都算是违法。亲像昨头一场游行有50个人去互警方抓走。数百名会着彩旗旗的示威者无顾着禁令，游玩上街路表达诉求，因行伫伊斯坦堡的尼桑塔什高级社区，迄天定保警察也组织民众进入独立大街、市中心、塔克辛广场，这也是2013年反政府示威活动的所在。事实上，这场冬季骄傲游行时间点真敏感，因为保守派总统埃尔多安1个月前才赢得认证 LGBTQ 族群对自身权益强行命令，搁较侪压力感觉烦恼。尤其大选启动时的气氛是看到同志拢会惊惊。Korktukları için ben bunu anlıyorum. Gerçekten kendileri olmayan bir şeyden ya kendileri içinde de varız aslında. Bizim yapabileceğimiz değişimin farkındalar. Anlamı yok. Yani daha demin birisi köpeğini gezdirmeye, geçmeye çalışıyordu. Ona bile izin vermiyorlar. Öyle bir korku. 一位无国界记者批评警方伫广场4khu围组织记者报道，国家警察局副局长詹金起冤家。示威团体表示有数十人轰掠，伫通行期同性恋并无违法。也毋过一般人对因较无友善。最近几年，警方对骄傲游行的压制愈来愈严厉。伫新加坡，数百人离世参加年度 LGBTQ 粉红点集会活动。I'm celebrating today because it's been a really long fight, and you know it's great that love wins.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stands that. 新加坡国会去年废除一项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将男性行为除罪化。不过，伫这个同时，国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加强即卖一男一女婚姻定义，方解脱是将任何未来的 LGBTQ 族群婚姻平权的法律挑战之门关起来。粉红点今年进入第15年，期间活动的重心是家庭。主办单位表示，组织的目标是慢慢的进步，继续性的追求平权。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咱中美洲的邦交国瓜地马拉当选总统，因为无候选人摕到超过一半选票，8月就爱阁选第2轮。不过这第1轮投票拄结束，就发生真侪争议，亲像执政党就互指控买票，阁有一寡无下规定的投票事件，是害警方甲民众起冲突。台湾伫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2月举行头1轮总统大选投票，民众拢真希望脱离国家长期以来腐败甲治安败坏问题。目前已经开票40%，初步结果显示，22个候选人得票超过一半拢离真远，必须伫8月20进行第2轮投票。根据目前开票的进度，由前第一夫人托瑞斯领导的中央偏左政党全国团结希望党得票15%，暂时领先。过来是前总统的后生阿雷瓦洛领导的中央偏左政党经济党摕到12.2%。托瑞斯甲阿雷瓦洛一定伫第2轮决选当中拼一个关键。这届选举出现各种风波，包括这届有1/4的选民投废票，抗议进程支持率第1名的候选人毕内达，互检举法庭以申报文件填写违反规定，也有提早造势等理由取消资格。尾啊，执政党阵营阁受连续互人检举买票，包括用食物甲物资来换选票。Yo vengo haciendo esas denuncias, lo hice anoche, anteayer, los cortes de energía eléctrica que nos tienen preocupadas. Entonces, todo eso pues es importante que las instituciones, que el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el Ejecutivo, el Gobierno salga a dar explicaciones, sobre todo en la compra de votos a través de insumos, que es lo que estamos viendo.
也有选民指控市长甲其他地区的民众出来投票，抗议过程发生警民冲突。Porque el señor alcalde ya estamos cansados que él trae gente de otro lado, paga 1000 por voto. No, señores, ya no queremos corrupción, ya estamos cansados, ya por favor. 瓜地马拉长久以来犯罪率正高，经济状况差，也甲政府贪腐这问题，甚至最近人权的状况佫恶化，这互选举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穆斯林一年一届大代志，卖遮雕像向日起过。这是疫情爆发了后，头一回取消所有禁令，恢复雕像活动。如果是超过200万人走去卖遮，可能是破有史以来上济人的记录。伫沙特阿拉伯的卖遮雕像活动已经准备好势。今年3月头一届个别疫情全面解封，第23超过160万穆斯林为全球各国来到遮。106雕件正式展开了后，人数也会增加。旅馆全部拢订满，交通的疏运是真大的挑战。为了伫拢总5天的雕像活动期间实施减碳疏运，3个规划的雕像列车第25正式营运，预定每点钟会当载72000人。قطار المشاعر قطار كهربائي ترددي يعمل بالطاقة الكهربائية صديق للبيئة بصفر انبعاثات كربونية。沙国政府最近这几年持续开发雕件专用的手机 App， 协助雕像团体规划行程。雕像者每人一支手机透过社群分享现场的状况甲心情技术。今年沙国政府启用智慧卡通关甲支付服务，一人一卡通行无问题。国家200条70国语言的电话资讯专线，同时部署 AI 机器人，和雕像的民众会当询问相关资讯。今年雕像人数预估会超过疫情前的规模，大地人和卖遮当地的商店，大家趁甲真欢喜。و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زاد الدخل وزادت المبيعات كل شيء زاد الحمد لله。因为今年雕像期间温度预估会超过摄氏45度，沙国伫大清真寺现场部署几落千个医护人员，嘛招3万外志工分驻各地，通协助身体无爽快的民众。同时嘛派驻大阵警力，避免较早烧大意外搁再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现代人囝生少，真侪人拢会饲动物来做伴。不过，这阵伊朗保守派掌权，竟然搁要立法禁止饲狗仔猫仔。为着打破人对动物的敌意，伫因的首都德黑兰就有一间猫仔咖啡厅，内底收容的拢是流浪猫，鼓励大众甲动物互动，咱做伙来看。伫厝内自由自在四过行，若忝啊就趴伫咧壁顶管理所在困。伫伊朗德黑兰这间咖啡厅，人只是配角，伫遮猫是主角。猫咖啡厅也是猫博物馆，这栋2层楼的建筑，就敢若是会顶档的展览间。民众来遮啉咖啡，也会人甲鸟互动，也使捐钱互博物馆，互流浪鸟有所在通住。راستش از اینکه وارد یه جایی میشی پر گربه من خیلی گربه دوست دارم بعد خیلی حس خوبی داشتم خیلی باحال بود爱猫爱动物，和伊朗正在中东地区上早通过动物福利法的国家之一。不过，2021年，伊斯兰保守派国会成员起草法案，要禁止民众饲猫饲狗，理由是宠物危害自然环境。目前，除了动物团体4月1日走动成立猫博物馆，希望大家更加了解动物，莫有敌意。但是因为首都德黑兰有真侪流浪动物。要安怎导正民众的观念？较卖饲的不爱是放杀，也搁爱真努力。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